环保署规定，对明年7月开始，就要禁止使用玻璃拢的饮料杯啊。消费者家己炸杯啊去兑饮料，店家也爱熟互人客。台北市已经有甲业者有合作咯，即马甲一个做环保杯啊服务办搁较大，希望减少饮料杯啊所产生出来粪损。 扫 QR code 门拍开，提出循环杯、饮料饮刷同款用机器就会使行。这是台北市环保局当咧推出的循环杯机台，市府甲连锁业者合作，强调有手机就会使来使用，解决推卸环保杯民众常常反映的问题。民众自备环保杯往往会有便利性的问题，它非常类似 U-Bike 的概念，也就是说，民众他其实走到哪里，他就像 U-Bike 站一样，它可以非常方便去租借以及归还。环保署规定，明年7月开始禁止使用玻璃拢的饮料杯啊，连锁饮料店、便利商店等等，爱互自备环保杯的消费者至少5块的优惠，而且会使对使用一次性杯仔的消费者收费。不过疫情也未结束，外界对这款循环杯难免烦恼的烧话。我们循环箱的使用过的容器，我们每天至少会收取1次，然后我们专业的物流会送到我们专业的清洗厂，它的一个清洗作业规范要符合卫福部的一个规范。 我们每季还送 SGS 做1次检验，来确保这个循环容器的安全卫生。环保局表示，循环杯的服务是为今年10月开始推出，目前正在找找更加侪合作店头，5万1年的试运期间，会使达到24000摆的使用，减少一次性容器的使用。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报道。